从左上角开始。招财进宝，读做卯。你今仔生理遐好，你卯死啊！上面中间那一个字。黄金万两，读做富。年年富，年年富，年年起大厝。第一行最右边。日进斗金，读做中。你即马中偌济？第二行最左边。日日有见财，读做挑。你今仔挑偌济啊？第二行中间。山珍海味，读做术。有通好食，叫做术；无通好食，叫做孬术。第二行最右边。学好孔孟，读做巧。这个囡仔真巧的巧。学好孔孟。台语啊，巧。最左边卯。第一行中间。补。最右边。忘记了。Q 啊，最第二行最左边。忘记了。第二行中间顺。第二行最右边。跳。好，来看第一行第三个。日进斗金，读做中。中。你即马中偌济？中。好，第二行最左边。日日有见财，读做挑。挑。你今仔挑偌济啊？挑是第二行第一个。第一行最右边。中。好，来从左边开始。卯补中挑术巧。卯补中挑术巧。卯补中挑术巧。